家好，欢迎收听车帮放送局。大家阿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都市话台语车帮的节目《车帮放送局》台湾通信30张纪念特刊读册会。今仔日是第一季第17集，我是小嘉，还有甲我做伙主持的阿明。咱今仔日要读的文章计共有2篇，头一篇是灌溉母语的田园，甲台语的经验谈，作者是李金花。这篇伫咧台湾通信特刊的第453页，线顶第100期第8页。第二篇阮兜的母语教育，作者是梁淑慧。这篇伫咧台湾通信特刊的456页，线顶第115期第6页。咱就先为头一篇开始。头一篇有20%，我想讲头一位朋友会使替咱读5%，嘛短短啊，无讲足济。有啥物先来试看觅？伟克，敢有闲？好，安尼，请你先开始，感谢。好，灌溉母语的田园，甲台语的经验谈。李金花，阮某请我啉一杯咖啡，叫我会笔借伊，甲写伊甲台语的经验，互大家做参考。本文，我伫市内大汉，毋捌做过事。毋捌种过田，不时听阮翁讲因庄脚人半牛仔带袂晓念带草偌辛劳，压水灌溉偌艰苦，听罔听，无法度体会，一直到我有机会闭手光裤骹撩落去田里，家己伫日头骹做事，我才完全了解伊的讲法。2年前有一个机会，我伫美国的大学教一档台语，教台语的教授开2班台语课，初级班甲中级班。伊爱我做伊的助教，负责初级班的教学。中级班有3个学生，拢是阿叔仔，以前就有修过教授的课。初级班有6个人，拢毋捌修过教授的台语课。有一个日本人是博士班的学生，捌去台湾留学过，加减会晓讲台语。伊学习真认真，剩的拢是台湾人的留学生，伫台湾专科学校毕业，来美国读大学部，因阁袂歹，无像台湾即马的少年学生，敢若会晓讲华语。因的台语讲了还会煞，毋过因修课的动机主要是要来摕营养学分，因为因的功课真重，爱修真济课。台语已经会晓讲，想讲修即门课上轻课。好，感谢伟克替咱读头前的5%。标题部分头前迄2字是灌溉经验谈，就叫敢若读谈去啊。第3%的第2纸，你拄则讲无啥确定的迄是布丢啊，还佫有烧草。第4%头前迄3字我会读2档前啊，你敢若读2档？无啊，我著听着即几字，敢有人要补充的？遮我有小可要补充的所在，就是有即个变调的问题。其实先讲即个第5%遮初级班甲中级班啦拄仔听话曲迄个级是无甲变调，我家己的惯势就是迄个级会变调，变初级班，大概是安尼。佫第2纸的所在有一个负责的迄个职啦负责初级班的教学迄个职这我嘛会变安尼。好，大概是安尼。以上。好，感谢阿明的补充。敢有其他的所在想要讨论的？若无，咱就继续读到第12%好啊。马鲁克，你要试你的麦无？敢有方便替咱读为第6%到12%？好 ，OK， 好，开始。教授伫前几节课甲重要的概论 lecture 以后，就互我负责实际的操练工作。医生看了注射的工课，嘛是交互护士去处理。
安尼我就开始体会做事人的辛苦。有的草是真蛮皮，无遐尼好处理，毋是悠哉你烧。因本底想要轻松来摕学分，想讲凊凊彩彩3学分就翘骹练喙手加练起来。毋过我感觉袂使害人开钱来美国读册，无学到物件。而且我阁是第一遍做老师，家己真紧张，用真侪时间准备。上课前一天，规暝拢困袂去，田撩落去啊！当然爱甲草扫好清气，甲水泼互满田，互稻仔有够营养通大长。因甲我讲是要来摕营养学分，我想就是即个意思。期待我互因真侪营养分通大长啊！教授讲，罗马尼是学台语上基本的，因感觉学罗马尼是假的。因讲罗马尼是用来教袂晓讲台语的外国人，因已经会晓讲台语，根本无需要学罗马尼。以上。好，感谢马鲁克。第6趴的头一段吼，概论。嘿，你拄则读概论，即时敢袂使读概。这算较现代的讲法。好 ，OK。不过咱也是讲慨较好啦，吼慨。就即个感慨。感慨敢若毋是这个慨，敢是这个慨。感慨是心字旁的，嘿，就大慨安尼啊。嘿，对，大慨，嘿，大慨较正讲，嘿，好。敢阁有其他的字？我毋知影讲迄蔬草迄蔬迄本条是第几条，因为拄则马鲁克伫第8趴的时阵的头一抓，伊是讲熟呢，但是伊感觉啥物虫掠熟来熟去迄个熟。伊本条是第1条蔬草。OK， 所以迄句都爱读讲，毋是又在你熟，嘿。嘿，对。好。我刚才听到这两字，其他的敢有问题？无吼，好，安尼咱就搁继续后壁，安尼换拿心啊，咱为第13趴开始，大家刷好啊，好无？好，请。我互因讲甲毋知要安怎用。因阁讲罗马字是西方罗马帝国的人咧用的字，是外国的物件，咱毋免用，咱用汉字就好。我走去教授遐讨救兵，教授叫我讲故事互因听。罗马字本底是西方罗马帝国征服世界的时，伫中东发现的文字，发现真好用，就用来征服世界。果然，规世界互伊征服了，剩台湾还未征服，就派兵来攻打台湾，想袂到。去互台湾的原住民拍败，罗马帝国就用罗马字进贡互台湾，所以咱即马才有罗马字通用。学生听了笑甲东倒西歪，讲这甲因读的历史真无共，介生是臭弹，毋过真趣味。后来我发现需要加强因的台湾意识，若有台湾人的意识，就较要紧家己的语言文字。我就开始甲因读真有台湾精神的台语诗，搁互因读真有台湾意识的单类的小说，发现因愈来愈有趣味。愈来愈爱上台语课，我阁招因参我下昼时伫学校的餐厅啉咖啡，做伙开讲，讲一寡台湾故乡的代志。咖啡啉了煞条咧，大家时间到就准时来。
听讲咖啡嘛真有营养，嘛是西方人进贡的。我发现因即区台语版的田用咖啡灌溉了后，除啊一面大一寸，教一重台语。我的心得是，台语人要语即区田，无爱互伊拍远去，爱用心种植，用台湾心去犁田。另外，用咖啡灌溉嘛真有效。好，感谢那心。拄则袂记你讲吼，你读的上尾拍迄第二节，爱用心种植，迄个爱是第三条吼，伊是拍毋着字，毋过你是无问题嘿。你拄则读的第15拍吼，就是你读的第3拍的部分较长的迄班，中东还是中东啊？若照惯势是毋是爱读东啊？毋过这应该是无一定的啦。大家毋知安怎想？咱是会讲东南亚，嘿。我嘛是拢讲即个中东啦。中东吼。嘿，这应该是都拢是惯势的问题。对，我嘛是认为是安尼。你若是要读东，我嘛袂使讲你毋对，对无？其他的我都无看到啥物问题啊。敢有人有啥物所在想要补充的？无。好，安尼咱头一篇读煞因为头一篇甲第二篇有小可关联咱会使等咱拢两篇拢读煞了后，才来做伙讨论。安尼咱煞来读第二篇。阿明，好，感谢小嘉。等我一下我找只线顶的即个版本，是有找好啊人，就是迄个。是安怎要线顶的？因为我即摆咧看线顶的吼，较迄落，因为我册我搁一支麦克伫遮，所以我等于我用看线顶的较方便吼。较方便安尼。若无到底会去一直拄着迄个麦对无？就是无好囥啦，迄个麦毋知要囥倒位。伤大机啊啦！照讲，我应该是爱去找迄款吼，徛起来款的，啥物徛起来款？你是咧讲啥？咱伫咧读册，莫讲遐有诶无诶。无啦，是一支会当踩伫咧桌顶诶，安尼有无？好啦，讲较正经诶。好，安尼感谢小嘉吼，过来大家来看第二篇。第二篇文章是即个阮兜诶母语教育，作者是梁淑慧。即篇文章总共有8拍，有诶拍数是有留较长啦吼。不过无要紧，咱就尽量安尼吼。咱先来看头前2拍好啊，安尼剩这你还袂读着吼。好，无我来。好。我诶大汉查某囝今年7岁，真侪人看到伊诶第一印象是，伊诶台语哪会讲了遮尔好。对伫台湾北部大汉诶囡仔来讲，这确实是真难得诶。阮住伫承德诶关东桥地区，即个所在诶在地人是客人，因为我近科学园区，有真侪甲阮共款，为着头路才搬来承德徛起诶外地人，讲各种语言诶人拢有，所以你若去市场，就会发现遮诶乌子桑、乌巴桑，除了会晓讲客语、台语、华语以外，拄着阿德仔，阁会晓讲英语咧。可能因为是科技味较重。遮个家长非常重视囡仔的英语教育、日常生活，甲囡仔讲话。华语是第一语言，英语是第二语言，母语咧，老早都无出现伫因甲囡仔的对话内底啊。以上。好，感谢小嘉。我甲听到一个所在啦吼。第2拍第一纸尾啊，上尾啊遐，因为我近啦吼，我近科学园区，
你个筋吼，伫即句话内底，我是袂变调，因为若变调会留啊有较奇怪之事啊。好。所以我筋的即个筋吼，毋免变调。所以讲吼，变调毋变调，有当时啊吼，嘛是一种习惯的问题啦。好，安尼现场朋友敢有听到啥物所在针对小甲读的即两趴要提出来讨论无？甲若无吼，是毋是应该轮到我吼？对。安尼我读一趴就好。一趴就好啊！我想讲，迄第四趴伤长，我惊互咱来宾来读。咱的来宾拢足厉害呢。对，你讲安尼无毋对，咱来宾当然嘛厉害。就是讲，想讲，毋知去用酸无讲，干老这就读个互我。袂，我相信哦，大家来读册拢真欢喜，读足长的嘛，足爽的。有影。好，安尼我读第三趴啦嘿。毋过，阮兜对囡仔的母语教育非常坚持，嘛真自然。从伊咿咿啊学讲话开始，阮就教伊讲台语。一切日常生活的对话嘛拢是台语，所以伊从细汉台语就讲了真好势。伊非常爱看故事册甲漫画的影片。我伫甲伊讲故事的时阵，一定用台语讲，嘛买真侪台语配音的漫画的影片互伊看。厝里若是有人客来，阮会天册人客，阮兜是讲台语的，除非在座有人听无台语。阮才会改用华语来交谈。阮嘛互查某囝了解，阮所住的关东桥是真侪客人徛起的所在，所以阮应该爱学讲客话，才会当真正参入去遮的生活文化。以上，敢有啥物所在有问题无？无呢。好，感谢。若有朋友要开口要讨论，嘛会当随时也莫讲。敢若无问题。即摆来看即个第四趴的部分。第四趴，我想讲邀请马鲁克，我呐敢有方便？好。查某囝去幼稚园，这使讲敢有人要讲话 ？Hello。无你拄则迄个幼稚园摕掉的，幼稚园嘛会使啦。幼稚园嘛会使。开始哦。查某囝去的幼稚园，就伫阮兜的巷仔口，甲其他的幼稚园共款，强调双语教学，重视的是华语甲英语。去学校无偌久，查某囝就问我讲，是安怎别个囡仔拢袂晓讲台湾话？我甲伊讲，咱是台湾人，当然爱会晓讲台湾话。别个囡仔袂晓讲，是因为因妈妈袂记得教因教，这是真可惜的代志呢。咱的囡仔去幼稚园受教育，咱做家长的有权利，嘛有义务，向幼稚园表达咱的意见。所以我定定利用接送囡仔的时间，甲园长老师开讲，沟通母语教育的重要性。甲因分享我的研究报告，笔者伫特殊台湾语言研究所进修，而且主动提供好看好听的客话甲台语的动画影带、CD 等等，互囡仔会当伫食饭也是佚佗的时间欣赏。慢慢啊，幼稚园伫每一日的教学内面，开始增加母语学习的场合。虽然教学的主要语言犹原是华语甲英语，但是会拄时啊揽一寡母语翻译。逐摆老师想要甲一段话翻译做台语的时，拢会请阮查某囝翻译。所以伊感觉会晓讲台语是真公平的代志。伊嘛对老师遐会晓讲一寡客话，厝里买阿套的客语歌，伊逐条都会晓唱。以上。好，感谢马鲁克。问看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呢？一寡变调的问题啦，
第八章沟通母语教育的重要性，迄个要的便条。后一章研究报告，后壁遐进修。好，以上。好，感谢小嘉。最后一句话有一个字啦处理马的图的客语歌迄字改成是念做图图态图。这迄个我做一个参考一下。伊即个字伊伫找台语顶面有其他无共款的读法，意思嘛无啥共啦不过我咧想，若伫即个所在，因为咱嘛毋知要安怎甲读因为咱也毋是作者所以咱着参考一下就好。好，以上。我有一日想要甲大家讨论一个，就是为下骹算起来的第五章后壁迄句话，但是会拄时揽一寡母语翻译。这拄时也是会拄时但是拄时即字敢有人在用？我毋知影迄意思。即个拄时我咧想，敢会是有时的意思看起来有有像啦伊看伊的迄个文章的内容。讲虽然教学的主要语言是华语甲英语但是拄时会揽一寡母语翻译就是有时会揽一寡母语翻译。好，感谢，因为我毋捌听过有人讲即个字词典嘛是差无。对啊。好，所以像即款问题，咱就会当小可做一个判断，就是这反正是咧讲有时的即个意思，咱都爱家己摇看嘛，伊咧讲啥呢？真正这拄时我嘛毋捌听过。好，那拢无问题，咱续来继续来看第五趴的所在。好，咱第五趴咱请那心。第五趴较短呢，敢要参第六趴做伙？那心第五、第六敢 OK？好啊。好，来麻烦你，好，请。另外，逐年的休热，我一定会送伊转去台南我的后头厝住1-2个月。一方面是转去佚佗，另外一方面是去接受台语特训。虽然这是讲算笑的，但是伫完全讲台语的环境内面，生活一阵效果非常好。无亲像伫新竹的时，加减会受到身躯边华语世界的影响。即招连大人嘛相当有效我永远会对遐捡转来一寡我的口语内底已经无去的台语用词。除了家庭学校以外，社区嘛是需要用心来营造母语环境，为着要证明台湾罗马字对还未正式学习过汉字的幼儿是简单好学的符合。我伫教会开办的社区教室，特别针对3到6岁的幼儿开设一班幼儿台语班，主要是要教小朋友生活台语甲台湾罗马字。这个成果已经整理做学术论文发表。伫这段期间，查某囝是甲我斗阵设计教材、制作教具的好骹手。我对师大毕业了后，就一直伫国中服务，教的拢是大汉囡仔。要安怎教一阵面堂尿尿舌的细汉囡仔，实在互我伤脑筋。查某囝会帮我斗想好耍的物件，变囡仔歌的动作，画真水的图卡，选伊上喜意的故事册，借我做教材。为参与这个代志，互伊了解，
互一个小朋友学会晓讲台语，毋是一项简单诶代志，互伊搁较珍惜家己讲母语诶能力。透过幼儿台语班，我嘛接触着真侪家长，真侪人有心，毋过毋知影要安怎去做。愿拢变成互相勉励诶好朋友。好，多谢。感谢安那心，我拄仔听安那心老师讲读了拢真顺吼。毋过我有看到一个所在，我毋知影这是作者家己诶讲法还是安那吼，还是讲伊迄个字写做可能想做迄个华语诶迄个字气，就是伫咧第5拍诶所在吼。算落来第4段吼一个，但是伫完全讲台语诶环境内面生活一阵啊，应该是我咧想应该是一阵仔才对，一阵仔啦吼。你若讲用即个一阵仔吼落去查即个做台语，有啦是台话有收啦，啊毋过吼我应讲是毋捌听人安尼讲过啦吼。好，所以大概我咧要是作者。拍字可能有小可顶打还是啥，吼，这我都较无了解，啊，咱就做一个参考就好。拄则这你有开麦响？啊，对，我嘛是要讲即字啊，就是一阵仔较互你听呢。吼，听起来一阵仔就有啦。嘿，就一阵仔听起来小可较无惯势啦，应该安尼讲啊。好，啊，佫有一个所在吼，佫有一个事吼，第5拍最后一抓啦吼，我应用。会对遐迄个应啊吼，这我嘛是会用讲头一摆听到，有去甲查即个应即个词啊吼，就是讲往定诶即个意思啊，做台语顶面是有收诶，啊这嘛真趣味。啊伊讲伊是会等于台南诶后头厝嘛吼，所以我想作者本身应当是台南人。好。安尼，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的无？我想问面汤是啥物汤？面汤哦，对查者，咱较早囡仔嘛是拢讲面汤，啊毋过，比如讲哦，你敢是我腹肚内的面汤？哦，迄个讲法有无？蛔虫哦。啊，对，是毋是？我无确定，毋是。对，华语敢讲蛔虫的款哦。蛔虫还是蛲虫？蛔虫。哦。对，有啦，即摆有甲查即个做台语拢写蛔虫。啊，蛔虫佫是啥物虫？巴都看这边问题。一种虫。毋是老虫的台语是要安怎讲？老虫是粪口虫。哦。啊，我毋捌听过呢。老虫。没有，我讲了早夜粪口啦，粪口虫。哦，粪口虫哦，粪口虫啊，所以我会记你吼。我毋知影佫有别个讲法无？阮兜讲粪口虫。对，我想起来就是我会记我做囡仔时阵吼，啊是毋是咱我迄当阵敢打读国校啊尔，会做迄个就是啥物？迄当阵较毋知影讲迄老虫的台语边啊，讲出来讲老虫啊，就是做迄个老虫的检查有无？你敢是用一张大纸？对，大家应该拢有经验啦吼。对，毋是啊，你已经算是真少年一辈，啊，毋过你来即马阁有哦？有，因为我听讲，迄就是为着要追踪咱迄个，因为较早听伊讲卫生啊，迄个环境啊，吼较无啊好，啊，所以讲拢会去做迄个检查嘛，就是做迄个粪口虫的检查嘛。较早我嘛是听讲的，啊，毋过我到我遮，我会记我国校嘛捌做过即款检查讲。啊，是一张对，透光的，小可青，啊透光，对，夭寿哦，那即马阁有得对啊。嘿，伊个画迄个，就是啊，毋过即马，对，对好准，哎呦，笑死！对迄个，
我是想讲本口遐吼。对，我是想讲，即摆的卫生的环境已经比以前搁较好真济啊。毋过共款是有在做即款的检查，是毋是？囡仔人较袂去注意啊，定定物件撒咧就食啊，所以不是嘛是即款物件可能是囡仔较会去互安怎讲喂着。嘿，你看迄啥物？这肠病毒啊啥吼，这拢较囡仔较会去得的嘛。啊，就囡仔人就是手若垃圾拢较袂晓去洗手啊啥啊，物件撒咧就钱对喙入去啊嘛，钱对喙会食啊，定定拢会有即款病毒。啊，即摆共款阁是用即款方式在做这检查哟。恁厝里敢有在读国校的囡仔？我有一个算阮表诶，阮表姐嘿，对，表姐一个囡仔，当上有读国校啊。啊，我连抓吼，伊然后拄着我才甲问看卖啊，看有在做这个即摆，我练卡床安尼。对，看有即摆要咧做这个本口糖啊吼，对啊，哪是无本口糖诶，这个检查，我才甲问看卖啊咧。啊，面糖是安怎检查啊？是共款用迄大纸就会使哦。面糖袂记啊呢？敢是？面糖爱洗啦。系啊，我感觉咱咧读册会有一点仔味，你知无？所以面糖甲迄个本口糖拢甲屎有关系对无？可能是本口糖会摇摇扫到你的迄个尻川口遐，所以你用大纸就会使。啊，毋过面糖是藏伫咧屎内底，应该讲伫肠仔啦，伫肠仔遐。嘿，对，啊若嘿啊对，好，安尼我想起来啊。我讲恁有捌做过面糖的检查哦？有呢，印象内底敢若有，啊，毋过因为迄本口糖较简单嘛，都是定定做，较接做啦。啊，毋过迄要用屎，我敢若印象内底上无有一两届有捌做过。嘿，我会记我都毋捌啦咧，我毋捌做过面糖的检查哦。啊，你要试看觅无？爱去学家己的屎哦。对啊，面糖检查毋着爱去，你大家要检查，囡仔要检查是要安怎用？要安怎迄落？迄学校敢若有分一个阿爸互你。啊，叫你放伫内底安尼哦。救命哦！敢有人有印象？会使分享一下无？用话啦，话啊，对，就是你爱去放屎放了后，啊，你爱去一点点啊，你的屎放伫迄学校分互你的盒内底。袂使，讲到这规个拢吵起来。我系啊，咱读册会，读到后壁拢有一股屎味。就是。好，了解。安尼继续啊，爱甲迄个臭味规个压落。好，安尼过来，咱看第7趴甲第8趴，咱甲做伙读好啊。是毋是搁轮到我啊？好啊，你会使甲伊读我煞。好，其实是轮到我啦，啊，毋过目紧。到你读好啊。我歹势，我真袂记你。无紧，你拄则互屎哦，用甲臭去啊，所以就头壳戆戆。用甲戆去，啊无咱一人一拍啦。一人一拍。好啊，安尼我先好啊，好无？好啊。好，我的第2个查某囝，即马8个月大，即是请灵母照顾。灵母是在地的客人，我拜托伊照顾阮查某囝的时，甲伊讲客语。毋通讲华语，因为华语是台湾社会的强势语言，毋免学嘛会晓。灵母嘛真赞成我的理念，我相信我的2个查某囝，从细汉就伫多元文化的环境内面成长，因会搁较认捌台湾的水，嘛搁较会晓去珍惜族群的文化。
以上。好，感谢小嘉，无啥物问题哦。好，安尼，我看到阿阳啊，阿阳是不是要甲咱读上尾拍？阿阳拄好看到即个尾帮车，啊，拄好甲迄臭臭诶物件相闪心啊！拄好闪过安尼。嘿，我拄则讲毋对，相闪心，嘿，相闪心，心，对。心。阿阳啊，阮即摆已经读到第2篇，要读最后一趴。原底吼，即趴是我要读诶，拄好甲迄个小嘉吼，头两个讲好，一人读一趴。啊，拄好看到你来，想讲好啊，无互阿阳读一下最后一趴诶，因为拄好你赶着即个尾帮车。感谢。好啦，讲声笑。好啦，安尼咱请阿阳甲咱读上尾趴。第2位教授定定咧讲，若所有诶生囝会教囝诶老母，拢会当体认母语教育诶重要性，咱诶母语就有救啊！我相信，只要咱愿意付出行动，对家庭扩展到社区，真侪代志拢会得到改变。好，感谢。好，感谢阿杨啊！第咱甲咱第2篇文章最后一趴甲咱读完。所来咱要进行诶是咱读册诶心得啊，马上是讲小可开讲一个安尼啦吼。其实吼，咱读即本台湾通信，就是咱车帮放送局自咱开即个节目开始，敢要1年啊哈，咱敢未啊，咱是今年诶2月，我会记得是28迄天头一对，28，因为台湾通信30档纪念特刊即本册。其实，阮逐遍咧读诶文章诶内容，大概拢差不多。伊主要诶主题拢是讲着即个台语嘛，吼，过来就是台文嘛。阁有台湾诶意识建国诶理念。是，我是要针对讲有关讲台语即个方面啦，吼。因为内面诶册吼讲着有真侪文章吼，有讲着咱诶台语吼，着哪少年诶吼，哪无咧讲啦，就是讲咱诶母语吼。有即个真严重诶危机伫咧啦。反正是我家己自细汉做囡仔，就伫咧即个台语诶环境内面大汉，所以我较无迄个感觉讲台语较有要消失诶迄个状况。这因为甲我本身诶生活环境、成长诶即个环境有关系。反正即嘛是都市甲庄脚诶即个差别。毋过我诶意思毋是要讲无甲即个母语要消失诶代志，无放伫心肝内啦。只是讲我要讲我家己成长是甲生活诶即个环境、即个背景，因为我读幼稚园啦吼，国校啦，甲国中啦，甲出社会安尼，台语即个语言占我诶人生还是讲我诶生活内面超过90%啦。当然伫咧学校嘛吼，尤其是国校诶时阵，还是讲国中诶时阵，讲即个华语是较大部分啦。毋过吼，你若要拄着甲你共款会晓讲台语诶农村诶啦吼，嘛足侪。因为拢住伫即庄脚所在嘛，不过我甲国中诶时阵吼，就了有较无共啦吼，因为我所拄着诶即个同学，全台湾各地拢有，较我都市内诶，当然就较袂晓讲。这对我甲我顶回所讲诶，迄个都市甲庄脚诶迄款情形吼，迄款母语诶发展背景，就对我，这就是我顶回捌讲过诶即个问题啊。即个好像像迄个原住民语有无？我有时吼，我都会去走迄个山区嘛。山区因为原住民足济嘛，去到遐吼，会去听因原住民因咧交谈的时阵，我无就去统计讲因是占几成，讲因的原住民语几成讲华语，这我无就去统计啦吼。不过就是讲我家己拄着啦吼，因拢会用因家己的原住民语去做交谈，即个参台语共款啊嘛，就变做讲庄脚口咧讲，是讲。原住民较济诶所在，因靠咧讲因诶原住民诶母语，就变做安尼去啊。若伫咧都市诶，就变做拢是华语较大部分嘛。因为第2篇诶即个文章是讲着阮兜诶母语教育，但是伫我个人，阮兜是无啥物母语教育啦，因为都是足自然诶嘛，有即个母语诶环境是安尼。好，我提倡这，互咱现场诶朋友讲一下。我认为吼，
本来就是亲像拄则阿明讲诶，迄母语伫咧厝里讲是真自然诶代志，毋过豆豆仔就变成讲愈来愈少人讲，愈来愈少人讲，即个语言就会消失无去嘛。落尾就换做政府爱开课伫咧学校教，即马有淡薄仔感觉讲，就是学生认为可能学母语无遐尔重要，还是讲迄考试也无要考啊，我要考大学考啥？迄也毋是一个考试英语堂爱考诶，所以我是安怎爱学？即款状况只会愈来愈严重，所以我伫想，就是咱安尼踮遮讲啊，讲迄母语爱解救啊，若无就会消失，就会死去，就无去。其实这是无路用诶，咱就是干那会使为家己做起啊，就是尽量讲台语安尼。当然啦，我诶母语是台语，我干那会使救台语尔，我无法度去救客语，还是讲原住民语，即都爱靠因家己迄个族群去解救安尼。我想要请教在座诶，敢有客人？咱遮敢有人会晓讲客话？你若真正要讲，我感觉台湾诶所有诶人诶母语内底，我感觉客话吼，以人口来讲算是济诶哦。毋过你听着讲客话诶人是少诶，我是感觉安尼足可惜诶啊。毋知伫咧客人较济诶所在，譬如讲新竹啊，还是桃园啊，苗栗嘛是，苗栗对。其实我若是听着有人讲客语，虽然讲我听无，毋过我会感觉足欢喜诶，就是上无有人伫咧讲，对啊。对啊，都像你讲诶安尼，我去到迄个山区吼，原住民较济所在，虽然讲我听无因咧讲啥，但是听着因用家己诶母语咧做交谈，这是一件互人感觉足欢喜诶代志。就表示讲，即个语言有人在讲。我嘛感觉有离我较要爱诶所在，就是讲变做母语，干那会当伫家己熟悉、熟悉、熟手诶即个环境内面在讲，无法度踏出去。即我感觉是离我互人较感慨诶所在啦。其实你后回要出门诶时阵，会使做一个试验，就是讲，毋管去倒拢讲台语，就是莫讲华语安尼。若有人甲你用华语甲你讲，我听无，你着用笔诶，还是用写诶，还是讲用迄 Google 翻译啊？你就是莫用讲诶，会使试看觅啦。我是感觉趣味，当试验讲，你若是真正袂晓讲华语，伫咧台湾是敢有法度生存？我是感觉 OK 无问题。你看咱台湾人吼，拄着外国人啊，迄款金头毛诶、蓝色诶目睭诶迄款人，袂晓讲英文啊，嘛是对人足好咧。是安怎对着家己人诶时阵，我干那会晓讲台语，袂晓讲华语诶时阵，你诶态度都无讲足好诶。这是啥物原因？大家会使想一下安尼。所以，若是有迄个心情，有迄个时间，你着试验看觅。其实伫咧较庄脚诶所在，你可能无啥物效果。你若是去较我都市诶所在，譬如讲台北、台中，甚至是高雄迄款市区诶所在，你着拢莫讲华语啊，试看觅讲敢有法度生存。我是感觉无问题啦。以上。会使试看咧。我想啦吼，要拄着诶机会，原说嘛袂讲介济。我发现到一个现象是讲，真侪人是会晓讲，但是伊普通时也无咧讲。嘛有可能伊听拢听有，差不多9成9拢听有。毋过因为伊较无伫讲，所以伊就较毋敢讲，就讲惊讲家己讲毋对，别人会听无，还是讲较袂顺诶时阵，无法度完全去表达你诶意思是啥。即款物件都是想办法解决，就是迄个人啦，爱家己有讲就是讲莫去惊讲我讲毋对话，上无就一定爱去讲安尼，对啊。其实我昨有看一个政论节目啊，有一个台语讲了无啥好，就是伊诶母语是华语啦，伊本来就是袂晓讲台语诶人，毋过伊伫电视顶悬伊伫迄个环境内底，四周围诶人拢是伫讲台语，所以伊嘛真想讲要唠几句台语，落尾是真正是无法度讲，所以伊才落尾才换华语来讲。毋过别人伫咧讲台语时阵，伊是拢听有诶哦。所以我感觉咱若是拄着台语可能讲了无遐顺诶人，我相信咱在座所有诶人拢一定会真有耐心，袂去气嫌讲你台语讲了无好，你莫讲，你讲华语就好啊。我认为咱遮诶人是袂安尼做。
所以就用家己的力量去影响别人，不管是对方伫咧讲话的人，还是讲你家己伫咧讲话的人，对啊，敢若会使安尼做尔。这讲了真有道理，就是讲，咱若当着迄款吼，伊较袂晓讲，反正伊迄个音会小可讲毋对去，这也免讲笑啦，这无啥好笑，这咱就甲加鼓励，用鼓励的方式，莫互人讲我讲你的语言讲音讲毋对去，尔就煞咧互踢笑安尼，这是我感觉是免啦，因为对一个家己无熟手的语言来讲，你音会讲错去的，讲毋对去啥，这拢足正常的嘛。就好像咱迄个英文，迄嘛毋是咱的母语嘛，日语嘛毋是咱的母语，所以若是咱音拢会小可讲错去，讲毋对去，我感觉迄拢无啥。好，换一个话题。我看到有新的迄个放假要出啊，什么派对卡孔明感觉敢若袂歹看。公司的迄出吼，对，伊是敢若是重新配音的吼。对，伊敢若是日本的放假对啊。嘿，对，日本的放假。头前有伫迄 Netflix 顶悬有华语版的，听伊讲就是公司搁甲买即个版权，家己重新用台语配音安尼。真期待，因为我看到迄预告的片段影片，我感觉敢若袂歹呢。安尼，大家等上幕的时阵吼，大家就来甲欣赏一下。头小狗讲到迄个片段有无？我嘛咧想即个台语边讲，我就想着讲，咱会讲一节有无？一节一小段一小节一节有无？咱讲片节对无？会使安尼讲无？我毋知呢。我说会使，咱家当创造即个新词啊，片节。片节咯。影片的节嘛，一节影片安尼。好，OK。嘿啊，迄著甲我真昨晚我有咧hiking，有咧讲健行嘛，我著家己去创造一个说做行健啦，著行著行身体健康诶，著甲号做行健啦。我感觉有理啊。毋知大家听了爱笑无？行健，我感觉 OK 啦。就是华语讲健行嘛，咱其实咱台语有真济，比如讲华语讲热闹，咱台语讲老人，就是等于甲倒摆讲嘛。客人台语讲人客，这嘛是倒摆讲，所以我著甲迄个健行甲想做行健安尼啦，甲倒摆讲嘛就是甲想讲行身体健康诶著叫做行健安尼。这是一个趣味的话题，这个想讲，要去创造一寡新词安尼啦，较现代词的讲法啦。在座朋友敢有啥物要分享的无？阿阳甲我拍破啊呢，阿阳即个破啊，感谢阿阳。嘿嘿。我看到罗伊多起来啊，罗伊多你的客语学了安怎？即马应该是罗伊多咧上班的时间，可能讲话较无方便，要紧。有闲再来甲咱做伙读册开讲。有一项代志我想要甲大家算报告啦就是前一阵都一摆甲大家讲过就是讲我要分享一个算你敢算几啊个？这嘛毋是算几啊个，但是这就是较早台语老师伫咧上课时阵捌讲过的一个故事，算一个电影的传说。这无法度去证实讲伊是真诶还是假的，但是伊是咧讲一间厝啦但是确实有即个厝伫咧，有甲大家讲过嘛，要分享即个传说的故事。我按算伫咧后个月诶即个最后一遍诶即个读册会，要来参大家分享。咱是毋是顺续爱甲大家讲？咱过来算休寒啦过年对。就是咱12月最后一遍，读册会结束了后，会有一段时间会休困，一直休到台湾的过年煞，但是会搁开，这无的确。我要分享的迄个故事啦我会安排伫咧
最后一遍的今年12月最后一遍的读册会，上尾我会来做分享。我嘛按算讲要去实地考察，会去翕一寡相片，是到遮参大家分享，哦，嘿，你安尼讲，安尼真正愈来愈好记啊！敢会使写漏一点点啊？就是迄个所在伫咧倒位，倒一个城市啊，还是讲庄社内底？这个故事算伫咧南投，南投，对，南投有一个写漏秘密的立委。好，这个拄好着我的选区哦。安尼爱较细致啊，毋通选互迄款会害国家的人哦。顺续宣传一下，咱拢无讲名哦，当然啦，袂啦，因为伊的对手嘛，即届嘛真认真，伊嘛是伊对手嘛是议员出身的。希望讲即边我的即个选区会当有一个改变啦，安尼因为时间已经来到要11点啊，而且先甲大家讲一个晚安，感谢今仔日有来参与读册的朋友，咱后一回读册会的时间是11月21日，同款拜二暗时9点半，会准时伫咱 Twitter 还是讲册会开这个 space。好，感谢大家，祝大家有一个美满的暗暝，感谢大家晚安，后回再会。安安，再会。大家晚安。拜拜。今仔日的语词：灌溉、布条啊、蔬草、开论、应用、开设、开设、开办、开办。